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将你的生命能够交给主，将你的生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是每一位基督徒能够跟神亲近最好的福分。也邀请你将你的手机，将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亲近神的东西，能够将它暂时放在一边。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同心来敬畏神。神也要将加倍的祝福赐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次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恳求你圣灵感动的话语，感动的灵在我们当中，无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拦阻跟焦虑，我们都恳求神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用一颗喜乐谦卑的心一起来领受。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无论是在实体的礼拜，以及在直播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愿主都能够将平安、将智慧的灵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在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生活的困难里面，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要依靠神，得着生命的盼望。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赐给我们足够的盼望，也相信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无助的时候，主也必定保护你，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任何环境不要惧怕。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惧怕，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我们再次对主说，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必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害怕的时候，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环境，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
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心全意的交托在主你面前，愿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在主你面前。主啊，谢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要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祝福跟摆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的摆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领受更多的祝福。我们需要回应神，因为神是配得赏赐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更需要将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我们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
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今天也有原住民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也非常高兴，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充满神的恩典跟盼望。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我们的生命主必保守，我们的生命主必保守。我们再次宣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为主你所用，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为主你所用。基督徒时常在讲，我们要怎么把生命交托给主，对不对？我们也时常在讲，我们要来服侍神。可是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是主观的、乐意的把生命交给主，还是客观的？假如我有困难，我就怎么样？暂时先躲到背后，先隐藏自己。说甚至跟主说：“主啊，怜悯我，赦免我。”这样子是客观的生命态度。那牧师时常在想，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一个主题：主所喜悦的好工人的形象里面呢，如何了解主观跟客观的生命状态？因为在我们生命里头，假如我们有太多的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想法在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没有办法主动的把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的一个功课课题。那这个时候牧师也想要邀请因为我们的座位我们人不多所以我们来坐这一边这样牧师对大家在讲道的时候就可以眼睛跟大家对焦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谢谢。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主观。主观呢，它实际上它是带有成见、受情绪或者是喜好的影响，甚至会因为利益或压力而扭曲事实的。好，那客观呢普遍来定义就是不偏颇、公正的意思啦。好，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主观的思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但是呢，每一个人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认知偏差的行为。也因为主观而会让人容易会有偏差的行为发生。我举个例子，你们觉得全世界肝癌过世的人数跟车祸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哪一种比较多？肝癌死亡的人数跟车祸死亡的人数哪一种比较多？好，有人就说车祸。感觉好像是车祸，因为每天我们看的新闻媒体好像都是车祸比较多。可是呢，我要告诉各位，实际上正确答案是肝癌。那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看到车祸事故的新闻，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肝癌相关的报道。所以人的记忆当中都会选择参考范例较多的这个事情来定义它，这是一件可能是的发生。所以呢，由于我们大脑喜欢用简单的方式去判断一件事情，也常常会用我们的经验跟记忆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偏差决定。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有心理学家说，这个叫做可得性的捷思，这个快捷的捷，快速的思考了，可得性的快速思考的解决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是由认知心理学家这个阿摩斯、特沃斯基跟丹尼尔·康纳曼所定义出来的。他们说，人们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会倾向于利用容易回想的记忆，或者是日常生活里面简单运用的资讯，譬如说最近刚发生的、比较常看到的，或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他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比较高。那请问，这样子的认知是对的吗？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我们印象中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车祸，对不对？可是结果我们就把这个事实就开始去传递了。车祸事故是全世界搞不好是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所以你骑车要小心哦。这样把它定义出去。可是我告诉各位，这是认知上的偏差。那么牧师要请问各位，信仰有没有可能也会是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 LINE 里面不能随便乱传，对不对？你有时候传的没有是一个不正确的，你可能会受罚嘞。所以我们要了解认知的偏差在基督徒里面也是有的，可能是我们很正常的行为反应，可能是大家平时每一个人的好像的状态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认为说，上帝需要在我们当中。其实上帝本来就在我们当中，懂我意思吗？那一种认知，他们对上帝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认知的偏差对基督徒来说，假如我们认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这样看待的，那么我们对上帝的同在的情况，上帝的灵同在所带给我们的能力，就会产生偏差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代人有很多时候我们取得的资讯都是透过电视、网络媒体、LINE， 可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牧师很喜欢看这个基督教今日报，牧师也要鼓励各位，如果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分类甚至它里面每一个分类里面都有不同的见证跟故事。所以呢，有一次这个基督教今日报的记者他就真的来访问牧师，他打电话来访问牧师说要来跟我访问。我说哇，我在上帝的殿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感觉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是当他来听我在分享当中，他感动，他非常有感受。因为我们教会在建堂里面，我们只有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理，只要我们预备好了，神就赐给我们这个真理。所以他感受到说，对，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神就赏赐给我们。所以假如我们的认知偏差了，我们的预备工作会不会偏差？也会偏差。我们做神的工作也会偏差。相对的，我们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会不会有落差？就会有落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常常看手机，不要看手机，要用对方法了所以我们要时常用这些。其实这个有 APP 非常好那一天他跟我讲到说，这是都可以免费注册的，而且它里面注册完之后，你可以把好的文章就跟 LINE 里面的 Keep 一样，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只要你是注册的会员，你还可以分类你可以 Keep 下来，你还可以做分类。然后下一次你只要做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分享的时候，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所 Keep 分类起来的档案能够调出来，然后临时的你就看一下，分享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好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用。所以在我们1楼的地方有这个海报，你可以去扫描，然后去下载。牧师期待各位，我们要了解，我们经常使用客观跟主观两个观念，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我简单讲，有些时候我们会抱怨有些人的想法太过主观，缺乏根据，会不会？好像也有，对不对？有些时候牧师讲的不见得，有些人看牧师好像比较年轻他会针对牧师所讲的话，会去认为说，这个牧师讲好像太主观了，缺乏根据，因为他是一个可能他是一个教授，他可能是一个知识很有学问的人。可是我们要了解，主观跟客观里面，你就会发现就非常的明显。我们有些时候也会看到新闻报道里面，应该要力求客观。特别最近，我们知道某一个政党好像突然间因为什么性侵案件，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党就突然间跳起来，我就发现，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之前好像都没有在发生为什么突然间遇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在发生了？主观的意识就非常的明确。各位弟兄姐妹，警察办案里面需不需要客观？需要，特别是人民最希望警察先生客观一点，不要太主观。如果你们去到美国，你就会知道美国的警察非常恐怖，对不对？他们的人民是非常战战兢兢，只要警察拦下来，很有可能警察无缘无故就可能拿起枪来就准备要那个呢。我觉得那种是
不一样的主观跟客观的那个差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使用客观，其实我们好像会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只要是客观，感觉就会比较好了。但是呢，如果是我们用不客观、比较主观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就比较不容易接受，对不对？特别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甚至做事情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牧师想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你们觉得上帝的话、主的话，在我们时常在看圣经节，可是每一个礼拜你们都必须要听牧师讲道，你要了解神的话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牧师说，我告诉你，主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如果没有借着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去到他那边。有没有主观？够不够主观？你如果是一个慕道友，你听牧师这样讲话，你会气死。好独裁哦，好主观哦，你知道吗？我们在传福音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他讲到的是一种人生命必须要去遇见主，必须要真实的遇见主，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我们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主观在看待信仰。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期待你今天学习更顺服神。期待你今天学习更顺服神。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都知道主的命令是什么，可是他们不会遵守哦。可是你问他说：“你爱不爱主啊？”他说：“爱。”可是你会看到他的生命里面，他都不遵守的啦，那看得出来啊。你很奇怪神的话就是那么明白有了我的命令还必须要遵守的人，才是真正爱我的。爱我的人，我的父就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的向他显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亲自向他显现。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经历，而且他会体会到上帝就好像跟他同在的那种生命力。那一种生命力，你就会感受到神时常透过圣灵在感动他，向他显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问这样的基督徒会不会爱上帝？会不会？那他会不会爱人？也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主不主观？我觉得很主观，真的很主观。可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周间我们礼拜3在上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牧师刚好问了一个学生，我问他说我们刚好探讨到一个问题，说你们觉得现代人去到教会会感到反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学生就说他说，如果我进到教会，他一直在跟我传福音，好像要我信教，那我会感到反感。然后后来我又问了这个学生，我问他说那假如10年后有人问你说你去教会干嘛？你去认识的牧师他有没有在跟你讲什么话？如果这个牧师都没有跟你讲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你知道这个学生说会，会感到奇怪。那我就在想了，奇怪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吗？不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的基督徒朋友他从来不会跟你讲福音啊，他不会跟你讲耶稣，他不会跟你讲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主观跟客观就是在这边的差别。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开始学习传福音。如果一个信徒，我们在家里在教会，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我们也聚会，我们也敬拜神。可是我们回到家里面，你的家里面有朋友，有你的家人，他还没有信主，你需不需要跟他传福音？需要，因为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渴望。求神帮助你，赐给你力量，让你明白
主观跟客观里面你如何拿捏？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为什么会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往往是在于主观的真理，我们是参考用的。可是客观的真理，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回答他说：“凡爱我的人，就会怎么样？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会爱他。”上帝爱你好不好？上帝是一个造物者呢，我们是被造物我们何能可以让这个造物者，虽然我好像不太认识他，但是如果他能够爱我，透过因为我遵守应该做的律例，我要爱人，我要遵守爱上帝的这种方法，那我觉得我被上帝所爱很好啊，我的生命会怎么样？圣经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这个耶稣讲到的位格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会到我们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心里面、生命当中要有主耶稣。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会得着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基督徒为什么面对主观跟客观的表现，必须要怎么做？现在牧师要教各位，这是牧师在生命当中有非常深的体悟。第一个，我们的内在态度是什么？怎么做？持守真理。那主观的去应对啦。意思就是说，在判断是非上面，做基督徒的不能怎么样？你不能用顺其自然哦，懂不懂？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基督徒，只要遇到要判断是非的时候，有没有？他们都会选择用一种叫做顺其自然，因为这些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是牧师的工作，是某些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可是你要想当一个冲突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避免？难道不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做判断吗？如果你的儿女他有困难了，他真的有困难了，来到你的面前，你一定会怎么样？你是主观的应对还是客观的应对？客观一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去面对的，所以还是交给你自己吧。爸爸妈妈不想听你讲了，这叫客观嘛，还蛮客观的啊，对不对？那什么是主观？来，我来教你。请问一下，你遇到什么问题？那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做？这些都是主动的哦，主观的哦。我们虽然感觉很客观，可是它是有主观的行动哦，主观的应对哦。我们有在帮助他判断是非。其实我们在心里面已经知道了，所以你要了解内在的态度是必须要客观的调整我们信靠神的方式去怎么样主观的应对。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在我们的态度，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内在态度要这么去做，这么去判断。外面呢，我们外在表现怎么做？一样，持守真理，绝对不会因为怎么样，不会因为这个。像譬如说，最近牧师常常讲的，如果教会有中辍生来到教会怎么办？曾经也有弟兄姐妹说什么？教会我们教会如果做这个关怀这个中辍生可能会让我们的左邻右舍的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会感到反感，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应该再继续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孩子不欢迎他，感觉很像是这样。我要告诉各位，请问这有持守真理吗？在外在的表现上，这是没有的。所以要知道内在的态度跟外在的表现是必须要持守真理的。什么是真理？上帝教我们第二个诫命是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持住。第二个，客观的回应神。这个当我们遇到这个学生怎么样？他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有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啊，你要等候啊，等候看看，我要观察神要我做什么，要我可以怎么帮助他。我觉得等候神很重要。当你愿意等候，主动想要去面对的时候，后面那个主观表现就会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做到陪伴家人、陪伴我们身边的朋友认识神？
是因为我们存在在主观客观里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复杂错乱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把这个公式，这个很像算数学的公式，你好好回去内化你自己，帮助你自己。以前我也不太晓得，我记得我的大学同学，我大学我就带他去教会，然后期待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可是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一次是感情的课程，结果呢，这个上课的时候他就睡着了，睡早起来，我说他就说，委员，听说你以后要当牧师，以后你不要当这种牧师。他讲到让我睡着了，他激励了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福音，因为在主观客观里面，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认识神的话语真理，其实我们都一直存在在主观客观里面的认识跟了解。但是我们从今天我们了解到，耶稣的话语、圣经的话语都是主观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却必须要在主观跟客观的不同的角度上去做判断。上帝的话语在信的人充满着许多真理上的主观性，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里面有哪些有记载。我们再一次来看诗篇86篇8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左手边来，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来，有没有？神没有什么神可以跟他比的哦。你看圣经的话就讲比较了呢，主不主观？这绝对不客观呐。9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万民呢？讲的不简单哦。上帝那种能力，上帝的子民，不管是什么人都应该要敬拜他哦。有没有？很主观哦。第10节，我们来一起念来。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也是很主观，你本来就是大的哦。这个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好，圣经节讲到这边，大卫他对上帝的信仰告白里面，他讲到了3个重点。第一个，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诸神当中没有任何神可以跟他比，甚至他的作为也是这样呢，没有什么神可以比的呢。所以你要相信我们来探讨一个点哦。好，第8节，请问你的朋友有没有在跟你讲，你的信的耶稣哦，你们的上帝哦，有没有能力啊？厉不厉害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只要听到有人问我们这个哦，大部分都很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又要客观，我们是用客观的角度去形容上帝的能力。我告诉各位，很危险，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跟了解不清楚。这个礼拜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说：“牧师，你怎么看待有人生病了，得了绝症，你怎么为他祝福祷告？”我告诉他一件事情，我的经验告诉我，以前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当这个如果患了绝症或者是患了重病的人来到我面前，我一定会告诉他，在祷告当中我会告诉他：主啊，怜悯他，因为我们不认识你的能力，你是赏赐生命的主。请问一下，这个人他希望你为他祷告，他希望干嘛？是好还是不好？一定希望好嘛。但是好了要做什么？是继续不认识神吗？不就是要让他明白，主啊，如果你愿意救他、医治他，求你使用他，让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把生命交给主，可以吧？可以吧？这人家会说，你们的神好像是要利益交换哦。没有，不是利益交换啊！你既然要来求我们这位上帝的能力，对不对？那你总该要把你的能力奉献出来吧。各位弟兄姐妹，以前牧师也不懂，
可是当我了解到神给我的能力这么多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必须要把我的能力学习回应给神。所以我学了吉他，学了唱歌，我学什么？以前我很骄傲，我认为我样样都行啊。可是我忘记了，原来这些都是上帝给的。当牧师出车祸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生命该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主观客观里面，我们看到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他一直用主观的方式在教导我们，可是我们却用客观的角度在看待上帝的事情啊！哇，危不危险啊？你听牧师讲完，我告诉你，你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亏欠。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诗篇26篇第3节，神的话这样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要按照你的真理怎么样？按照你的真理而行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讲一下，跟你的朋友讲一下你要为主而行。怎么为主而行？因为神的慈爱藏在你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啊？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去体会看看，去经历看看，去想看看，在祷告当中，你去想看看，主啊，你给我什么？我何等何能可以认识你？我何等何能可以领受你这份救恩？那么我要怎么样来回应你？这就是我要按照你的真理而行，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动力。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第3章21节说什么？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啊！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人生有黑暗啊，有忧愁啊，往往是你的人生是走在黑暗当中，你不知道你要走向哪里，所以你才会忧愁嘛，是不是？所以跟你旁边朋友说，不要忧愁了，记得忧愁的时候要来找耶稣。来，不要忧愁了，忧愁的时候要来找耶稣，因为当我们来找上帝、找耶稣，我们就是救光，亲近那个光。圣经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靠神而行的，上帝的慈爱就在我们当中。他不仅要让我们明白，靠神而行的，就是在光明中做事的，也就是行在真理里面的。简单来讲，叫做做对的事情。所以请问，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对的事，那你就要了解，很多时候你感受不到神的恩典。你要去想看看，往往你在抱怨，你时常在唠叨，你时常在愁苦，甚至厌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他讲一下，烦的时候记得祷告，烦的时候记得祷告。什么是主观的？什么是主观的？上帝期待让我们在主观里面要学习行真理，靠主而活。什么是客观的？他要我们客观能够顺其自然认识福音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如果认识福音，你说顺其自然，什么意思？其实上帝就是用他的恩典慈爱在我们眼前啊，不是吗？这就是顺其自然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什么是顺其自然的福音？就是神在我们刚刚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以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必按照你的真理而行啊。所以我告诉你，不是牧师要你主观的要你要跟随主，不是，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很多上帝的慈爱，我都看到了，你们怎么都没看到呢？懂我意思了吗？为什么牧师常常都好像很主观，要我们要跟随主，要我们要来服侍神？其实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真理而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很多慈爱。所以最近我牧师也非常感谢神，俊明，他是这个子安在同梯在当兵的朋友，他跟着子安常常接触教会。今天我发现，他们本身也很喜欢唱歌。我们今天唱敬拜的时候，他自己也拿着麦克风，唱着很有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学习服侍神，学习来跟着这个真理来走，你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更多在主观里面不要做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要知道，一个主观的人，他不会听人他没有听见人意见以前，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他听了人的意见之后，他容易坚持自己的意见，仍然甚至听完意见以后，他还是坚持他不容易接受，也不容易改正。当主的话来的时候，事实显明之后，注意他会为了一个成见，丝毫不为所动。这就是主观的人。你要记得，他的生命是还没有被修剪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恳求神帮助你，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突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做主喜悦的工人一定要学习如何了解主观所会带给人的损失跟困难是什么。阿们。所以你要了解什么是主观的人所会带给人的损失跟困难是什么。第一个，听话听不进去。所以期待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讲话好像蛮主观的时候，你去听看看，试着去听看看。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在听牧师讲到，因为他都讲台语，我听不懂台语。那个时候我国中真的听不懂，可是我知道他讲话的东西好像还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很认真，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努力把它听进去。所以你知道吗？听话，你要把它听进去。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主观的，听话你是听不进去的。第二个，主观的人他会带给人什么损失？不容易学东西啦。所以那个牧师想要问各位上个礼拜牧师有跟大家提到一个什么主题，叫做性情坚固，对不对？我告诉你主的工人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特质，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不容易受环境所影响。可是我要告诉你，这种生命特质要特别留意，因为这种生命特质的信徒，你的思想、意见、想法往往也是坚固不为所动的。相对的，你学习机会也就相当的少。所以要记得，性情坚固的人更需要懂得如何学习有弹性。所以为什么刚刚牧师有讲到主观跟客观在内在跟外在的表现，你必须要拿捏得宜。我相信你的生命，你就会发现，我又是刚强的人，而且我还是一个愿意顺服领受的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主，期待你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性情坚固等不等同于主观？好像是吗？不等于要记得这是不等于的主观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主观的很多特质，对不对？性情坚固应该是要像上个礼拜牧师所讲的，他是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懂得回应神，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他知道神是他的帮助，他的生命懂得怎么样去遇到患难的时候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面前学习，一定要记得有坚固的信仰态度，但是他不主观，请学习。好，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起学习，在上帝的面前有坚固的信仰态度，但是我们不主观，请学习。你可能会说，牧师，我怎么样不主观？我是一个工作职场的领导者，我怎么不主观？这个我们又是学校的老师，怎么不主观？对不对？往往都会有主观的一面但是记得，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很简单，记得学习的心，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你有学习的心。你做老师可不可以跟学生学习？可以对不对？我今天上课上，我有一次昨天牧师在一间加油站在等牧师娘等牧师娘在带孩子早疗课程。我在那个咖啡厅的时候，听到了2个，应该是成大大学的2个客座老师，2个一个是好像是副教授，一个是正式的教授。他们在那边谈论社会学，在班上怎么教导社会学。
这个老师呢，就非常的明显的告诉了这一位姐妹的副教授，就告诉她说，如何跟学生互动，就是社会学当中的一部分。不要把你的教学把它太死化了，说要怎么教。他认为怎么样在，牧师坐在旁边好像在偷听但是其实在那当中，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在想看看他怎么讲出一个道理来。我用一个不主观，用一个学习的态度去听。我发现，当这个主要教授讲完之后，你知道这个副教授他说：“哇，我好崇拜你哦！我在学校我就很崇拜你了。”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不主观、勤学习的态度会有影响力，会让人感受到那个生命力。所以基督徒需不需要？需要啊！我们在性情坚固，可是我们学习不主观，我们学习勤学习的态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所以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面前学习不主观，让上帝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做工啊？要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学习不主观，是为了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动工。如果你主观，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是不谦卑。很简单呐，简单的道理，我们都说谦卑，我用主观，你就更明确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动工的原因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愿主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该有主观的性情，努力的持守，但是我们在主与主的关系互动里面，领受上面都能够学习不主观，谦卑的领受彼此的顺服。彼得最后牧师有一段，咱帮我看下一页。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简单，我们都是在生命里面，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年幼的，但是我们学习顺服那个属灵的长辈，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用谦卑束腰，做好像警醒的祷告的人。我相信神帮助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蒙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着坚固，也能够有稳固的生命，在主里面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行。主啊，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不仅领受福音，也让我们的内在跟外在的生命里面，我们学习有主观的态度，来好好持守神你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内在里面有主观的应对，去判断。我们学习在内在里面客观的调整，用好的方法、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外在的形象上面、外在的能力里面，我们更懂得怎么样用客观的来回应我们所遇到的难处。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主观的表现，也有客观的表现里面，都能够活用自如。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有影响力的生命，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仆人，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认识神的话，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